無線電視翡翠台。當年治愈小哥頓嘅龍醫師為大家公開醫小哥頓血癌嘅秘方，仲教你抗癌大法。又到星期二晚安咧，專為大家主持嘅全線大搜查。今晚係防癌之夜嘅專題啊！我希望各位觀眾咧愛惜自己身體，注重自己嘅健康，所以咧有兩個個案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防癌嘅知識同埋啲防病嘅最好方法。大家10年前仲記得嘛？有個叫小哥頓啊，四出求醫，希望係醫翻佢好佢嘅血癌。但係我哋聽聞咧，有位龍醫師咧，的確係醫翻好小哥頓嘅，所以我哋專程咧揾到呢位龍醫師，問下佢點樣醫癌。佢話原來醫癌同醫傷風冇乜分別，咁奇。大家仲記唔記得香港有一個救救小哥頓大行動啦？當年小哥頓身患血癌，西醫認為咧，除咗換骨髓之外，就冇其他方法可以醫治啦。不過據聞有一位中醫用咗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面咧，就可以醫翻好佢啦。到底呢位醫師有啲咩獨門秘方呢？喺1991年，年僅2歲嘅小哥頓身患血癌，急切需要揾合適骨髓進行移植，先至有機會延續生命。喺香港就曾經發起一次大規模嘅驗血捐骨髓行動，可惜活動並未為小哥頓帶嚟希望。93年突然傳出小哥頓痊癒嘅消息，呢位龍醫師就係傳聞中小哥頓嘅救命恩人。佢喺小哥頓生命倒數之際，將小哥頓由死神中救翻出嚟。龍醫師，咁當你接觸小哥頓嘅時間，發現到佢其實身上邊有啲咩問題咧？佢當時主要係脾經、膽經、肺經、大腸經，幾個經絡唔平衡。其中最重要係脾經同膽經。如果籠統嚟講，我哋西醫診斷咧，應該屬於血癌。咁其實醫咗小哥頓幾耐咧？同埋你係用啲咩嘅方法去醫佢咧？前後好似應該係改過3次方，前後總共5個月。咁短時間就可以醫得到呢個病啦？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癌症同感冒冇咩分別嘅，都係睇邊度經絡唔平衡，調平就得嘅。所以我同佢治療嘅時候咧，首先係同佢嘅脾經同膽經入手。佢食完中藥之後咧，好快眼睛咧流出啲眼淚出嚟，係綠色嘅。喂，咩原因係咁嘅咧？因為係呢個中醫嘅治療方法咧，唔係將啲病做啲嘢唔好嘅嘢壓咗佢，而係將佢排出嚟。龍醫師話：人體裏邊嘅經脈就好似把秤咁，一唔平衡就會有疾病。要醫治，只要將不平衡嘅經脈調平就可以。而佢亦係利用呢個原理幫小哥頓醫病。呢一條就係龍醫師俾小哥頓服用嘅其中一條處方，裏邊嘅藥都係一啲平價藥材。喺療效方面，唔知有乜嘢特別嘅地方呢？我俾嘅第一張處方，如果冇記錯咧，應該係龜皮湯。佢當時主要係脾經呢個失衡比較重，所以我先調整佢脾經同埋膽經。咁呢種方唔係好特別嘅，凡係學醫嘅人，首先一個 basic 嘅，首先要學咩叫龜皮湯。咁如果係呢個加上有啲無聲唔同嘅搭配嘅時候咧，往往功效會有好大嘅分別嘅。同線啲藥咧好平嘅，唔係好貴，唔值錢嘅。點解唔考慮用一啲名貴啲嘅藥材咧？會唔會功效會好啲咧？佢當時好似叫人募捐嘅，叫人捐錢俾佢嘅。咁嗰人要人捐錢俾佢，往往冇咩錢㗎啦。咁先需要人捐錢啦。咁呢個時候就要開啲貴啲嘅藥，咁藥冇出嚟養身上啫。咁人哋捐嘅錢都唔夠買藥，咪揾品。所以咧，一般嘅習慣都係好平嘅。咁但係通常我哋普通人去睇啦，就可能一啲平藥個功效未必咁好。咁站喺你個角度去睇，咁又點咧？如果人肚餓，如果係呢個，佢唔需要揀咩米嘅，陳年老米擺咗10年嘅米，一樣有效果，一樣醫好個肚嘅。其他患血癌嘅人係咪照住小哥頓呢條藥方嚟服食，一樣會康復咧？我哋唔主張病人攞咁嘅處方去呢個一成不變去治療所有嘅疾病，因為點講？呢個病人喺呢個時候可能膽經唔好，但係2個月之後咧就可能會脾經唔好咯，再跟住3個月之後咧又可能係心經唔好咯。咁你相同嘅處方咧，咁嗰個效果咧，講難聽咧啲就係差之毫釐，去之千里。若果我哋想減低患癌機會，喺飲食方面，龍醫師你有乜嘢好介紹呢？
首先一般嘅人咧，佢需要知道佢係屬於熱底嘅寒底。如果佢係寒底咧，可以食翻啲杞子湯啦、芒果布甸啦，或者係紅茶啦、紅棗啦，即係熱嘅嘢，咁啊對佢有幫助。咁熱底人士咧，又需要食啲咩有益咧？咁好簡單啫，就調翻轉頭嚟啦。係食翻啲寒嘅嘢，比如咁講，屬於黑色嘅嘢啦，綠豆啦、綠豆沙啦、綠茶啦，或者係一啲冬瓜湯啦，咁呢啲就屬於寒嘅。如果人嘅身體嘅經絡調平咗，咁就係 balance 咗，就可以講唔係講百病皆無啦，咁起碼冇咩大病。除咗注意飲食之外，龍醫師話靜坐對平衡經脈都好有幫助噃。龍醫師啊，咁靜坐嗰個方法係點樣嘅咧？開始嘅時候咧，最好係靜靜坐喺度，最重要係心唔好諗嘢，可以將個脷頂住上顎，二手丹田。丹田就係喺自己嘅肚臍裏邊一寸肚臍嗰度。咁呼吸方面係要點樣注意咧？要求唔好高，僅僅係好自然、好舒暢、好慢。靜坐嘅時間必須係大於半個鐘頭。咁其實靜坐對我哋有啲咩幫助同好處咧？首先可以將人體經絡平衡，咁就可以將一啲外嚟嘅疾病啊，或者係其他因素引起嘅唔平衡啊，都可以糾正佢。